田疆起人。头擺，總佢對天內方生出來嘅東西，全係灰色嘅，香菜係灰色嘅，細蟲嘅係灰色嘅，牛子嘅咩係灰色嘅。唉，睇下一奶嘅都灰灰嘅蔬菜，有一副耕田嘅人家，一副人家像有些阿妹嘅同家妹兩隻愛天天。一定有一個太菜人，唔過也慘嘅，也沒不平嘅。媽媽，這地位東西好麼？唔過，也媽媽冇乜嘅做到，是乜嘅唔落。像看到人嘅片的山，是阿妹嘅心肚裡想。冇聽錯。這片會有俺媽媽想食的東西。伊一片想，一片準備要出發去嘅獵山。小阿妹嘅帶嘅三粒橄欖葉，喺路上真有東西好食。小阿妹嘅離開路卡，半行半走，總算啊，行到山腳下。也時節，伊一下誒行到有人睇見那個山，小阿妹誒對手是看入去，伊兄弟係乜人睇見那喏？啊？哦，原來係幾多一個搶菜呢？哦，嗰種同野菜人地步嘅嗰條搶菜冇相同哦。大樹、菜、紅蘿蔔、紅菜、麥嘅、有菜嘅、橄欖葉，橄欖葉咯，有冇看到橄欖葉咯？小阿妹嘅飲食面多，我要橄欖葉，我要。係乜人啊？唔講，我要橄欖葉咯。要啊。到底將係有冇咯？就睇一個時節，神奇嘅事情發生呢。也係小阿妹嘅一聲音，第一擺看到暗道色。小阿妹嘅看到也暗個太人，將橄欖葉放入去鍋嘅肚裡，沙丁再要濃，唔知睇見有乜嘅。過後鍋嘅肚裡嘅水變得冇相同嘅。結果太嘅人。同太屋嘅看起來，要將窗嘅打開來。刷，天當空出現了一撮彩色嘅球誒。天宮。嗰時冇，我媽媽沒做得看得到。冇問題。個太嘅人。看見一太通，將田疆嘅色嘅油漆，看見小阿妹嘅向下跪木下，佢跪落嘅見行見切，呢項東西都有色咧。連木下嘅菜人都變那華麗碧波，唔係灰色嘅。小阿妹嘢對菜人地杯，摘回來幾多各種色嘅青菜，
煮青菜汤分家妈妈食，食嚟青菜汤，家妈妈嘅面色变那可酱又可好看呢。